就是家嘅命运呐，清风过来。嗨，明日下山暗中保护你嘅师兄。遵命。 500年前是高土，500年后土高时，天地轮回，罢了。嵩山300枪顺兵，我今日总得用下心，用下心。在全家性命，可得有你，我用计心上用计心上，有命啊天。 顺便先生，请你好的意思，等下我会请你来接你。有路了。汉奸贵妇，不用多请贵妇。你请孙膑如何啊？顺便先生下山了。哦，佢下山来了啊！跟你两位讲佢死体了啊？我就讲佢太老神仙，唔对死啦。好，太本王亲身来去娘家孙先生。马爱生，贵王，佢系我嘅阿哥，我要留佢结拜，又系师兄弟，当然系我一家，我要本父王一家嘅道理呀。文武百官随驸马前去娘家孙先生。哎，唔是，我一杀一家就好，一杀一家就好。佢家控係12年嘅法術，唔知假如結到，一下我就攞佢刺探佢。阿哥猜來會，阿哥猜來會，阿哥。哦，原來係盲賢弟呀！阿哥，你看我做咩神？賢弟，你作啲神功夫，老派人做嘅無強用啊！因為我打齊國得勝，我做驸馬咧，父王將水簾永駐，喜配本愛。原來如此，這就恭喜你，盲賢弟，快帶我迎見國王。且慢，你一下落去，國王一天會封你公正，到嘅勇士，你是唔好接旨哦。啊，用板講，做乜嘅唔好接旨？你想看啦，你一下無功無勞就來做官，係唔係為本人講法？就係人嘅老太做驸馬來撈你敵人。錯啊！盲賢弟講得有理，今愛愛講乜嘅呀？你愛老國王講，愛先來敗兵破春，避一片，走一片，避3片，走3片，用張面子，唔會講愛來敵人你啊！賢弟講得有理。切！順便見家國王千秋，天神，請國王。孫先生下山來了啊！下山來了。驸馬嚴肅，你在雲夢山學嘅憲法動多，但不敵做得靠娘麼？靠陰謀。哎呀，國王，快命令將先祖同嘅先祖牌移開來，那麼一時三刻不發火啊！咁有樣，來人啊！喲，
家将先祖牌移开来，移到南疆去。报！启禀国王，东征火烧先祖洞，好鬼猜嘅先祖牌已经移到南疆嘞。哎呀，果然厉害呀！孙先生，你可比太老神仙。来忙来，去忙去，你就敌呀！嚯，向前探访，且慢，慢着何来？国王，我初次下山，行望建立功劳，以此书封，强将会输到满朝文武、五府六铺来刺绣。讲我书动嘅望贤梯，既系驸马嘅敌人，安尼就唔好了呀。嘅，你想用办啊？强国王送我兵马来采高虫，我败兵铺陈本人看，必得一品来做一品，必得二品做二品，必得三品么？做三品。安尼好，本王输你1000兵马，到高崇败兵破城。良知。对，孙兵何在？拜见国王。罢了，孙膑，
你可准批好些忙啊？准批好些，好，干家拜称。良民抬我拜而来。杨国王看称，本王看唔实，总卿看来，俺哋也看唔出啊！驸马看来，准面啊哦，我个拜到阿爷，我看到眼王披发，睇我下去看个清楚。哎在，我个一下拜个尘土啊，连爱就看唔出了。阿哥啊，你是在动听我？贤弟何事啊？你的下摆个马个尘土，我全部看唔出啦。哎呀，贤弟，你看唔出啊？你係唔係因為做了驸馬，同個歡喜，將師傅教嘅全部唔記得了啊？阿哥，難道你唔記得我少你12年嘅拖欠，我用會看你出啊？錯啊！贤弟，此稱就係五虎靠山稱。五虎靠山春，感謝太哥。其少父王，你少靠春土，按到五虎靠山春。五虎靠山称嘛。唔但將牙哥威敗，戀愛猛虎，睇睇細細假堂為響，也會敗了嘅春土啊！哈？你愛唱佢順便先生就無效嘅啊！嘛個唱佢順便無效啊！可嘆啊，可嘆！我全家滿我100歲以後，就會到順便先生，我唱佢下山來，我來敗兵破陣。但係嘛個塵土啊，個猛虎太太細細，假堂為向就曉得敗，佢我就殺回一路打拍行啦。哦吼，我明白了。五头连环，一
向国王看称。众卿看来，空是啦，驸马看来，遵命太爱看来。阿哥啊，你俩下拜嘅又係乜嘅稱啊？哦，我一下拜嘅称啊，讲乜嘅？而外國大大細細嘅外鄉農財都會拜，何必滿嗌？順便啊，順便，你唔愛面子，小怪愛慕你。其招父王，佢一下拜嘅就係派國蒙家春。太單順便。你認為敗了嘅派鬼蒙家親，莫非你愛來破壞外國？其招國王，我順便留外國並無言數，認為拜得嘅派國蒙家親，安尼好。係馬沙講，係派國蒙家親，就搶佢下來破親，而破一開，我甘願失吹，那係破唔開，也就唔係派國蒙家親啊！遵照，眾卿，馬上愛去破啊！萬年有才跳一鋪啊！驸馬佢就講啊，你孟府大大細細家同外鄉就曉得破啊，輕佢去破就好嘅啊！啊！你又會很愛去破啊？當然你去破啊！我仙家門徒又係家嘅師兄弟，應該你去破啊！安樣係？錯，你係驸馬，你兩人結拜有同拜意思，當然愛你去破啊！遵命。嘿嘿，佢嗌孫山哥啊，一下無強用了，佢觸動我啲盲線，一下嗌就老佢買鬼嘅，哎，用氣呀，太高啊，哎，太高啊！孟顯天，你做乜嘅提籃嘅類，你係做乜嘅東西啊？哎，太高啊！你呀，好啊你，難講啊，包啦，公呀春氣派呀貴啦，叫紅啊家啊，大講去叫嗌。眾神啊，公啊愛，嘿呀都話太勇啦，同拜呀結大事啊，紅線啊發達，嘿哎呀來呀破話，奶奶要話花農啦，愛天話拜呀是呀，可憐公主愛書關啊！孟顯天，用乜係你來破呢？你就按到五托連環，八卦劍數稱，一門分兩門，兩門分四門，四門分八門，864，
64门，家家都有引将来证书，也有法宝会送人。莫讲贤弟你，就是太老神仙人爱列出，皆替文士无上。太公啊，你一定要救爱，国王有命，爱去无来破城，做唔得啦！哎，贤弟，既然如此，你是我老太，我身为阿哥，哪有目金金看你死嘅道理？唔是强怕，你做人一餐，我看到你有危险，我会用很勇气将你救出来，前途就会数起来。哎呦好，我前去准备破城。贤弟前去破产，太爱准备五托连环，八卦金手称。太公啊！哎，看我很王气。